来讲，这回传染症和本地体质就无讲介健全的艺术文化产业变了是搁较难。虽然政府的纾困甲振兴对艺术工作者也有淡薄仔帮衬，不过有学者就分析讲，上介好就要有新的文化政策来替因开路，安尼才会久长。咱赶紧来看今日《公视台语台》新闻专题：后疫情新台湾。阮有10几场，阮有10几场的这个物件建设去啊。受疫情冲击，台湾本土剧团金鸡演社创办人王英如讲，遮做戏衫拢无法度穿去台顶，就连工作室的行事历是拢到6月初7，全台湾解除封锁了后，才有演出的行程。无法度出团的这段时间，演员练太极拳维持体力，也把握时间甲过去要演过经典大戏的影像整理起来，替后续的展览做准备。表演艺术就是你人拢是活跳跳的，你演才有钱。做一场是了一场，你佫梅花说佫愈上中啊！但是咧，政府规定，咱就照起工来啦吼。所以政府这个物件当然是足好的，安尼莫去误事，安尼就好啊。我伫这个艺文界30-40年的经验啦吼，常常有困难啦吼，有困难。啊，这个困难实在是较大是讲拢毋捌拄过，包括2003年的SARS都无遮严重。过去几个月疫情当在团时，国家音乐厅、电影院、甲剧场拢无开放，未少艺文工作者是拢靠政府的纾困金过日子。即阵政府煞进行方案，发3倍券，搁再煞艺放券，就望艺文产业会使起死回生。不过学者认为，要刺激艺文消费，单单靠纾困金，恐惊也阁无够。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，那美国政府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。一大笔钱下去，然后补助艺文创作，然后他留下来，那不只是公共艺术，然后有很多的艺术文化的作品。我觉得政府也可以从这样的思考。1930年代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，要请买1万个艺术家，替政府的办公大楼、社区等等的机构创作、领薪水，也留真侪艺术作品。当年罗斯福所提出的艺术振兴政策，在这波疫情到位的时，是搁一届去互提起。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董事长朱宗庆认为，替艺术家打造搁较侪舞台，这个产业才有法度拍断手骨，颠倒用。人才艺能是上重要，你也无专业，其他都免讲啦吼。啊，这方面咱台湾算足用的啦。这波疫情也互未来艺文产业的形态给了各种的可能性。我们确实看到未来的新常态，就比如我刚才讲内容的串流，然后所谓的 AR/VR 的运用，虚拟跟实体的这一种所谓的界限不断的在消失，然后新的创作的可能性正在发展中。我们需要更大的计划政策去支持它。经营剧团27年的王英如也说出艺术界真侪年来所面对的危机。买票来去看表演、看展览的吼，连一杯珍珠奶茶的价值都无，你看卖啊咧。这就是因为咱台湾的美学的这个基础拍了无好，你人无食饭会死啊，灵魂无艺术会怎啊冷去，会袂水气。艺术文化是咱国家的灵魂，除了纾困和振兴方案，艺术教育要安怎定根，让观众愿意支持艺文产业，需要更较侪政策来支持。记者阿明金、张玉水、林坤明台北报道。